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陆军航特部的士官陈良峰。4年外前，汉空演习跳伞训练的时阵，发生着意外，为悬的空中坠落，两骨伤一个真正力。陈良峰是展现着惊人的生命力，坚持来做复健，即摆已经小可会当行路了。陈良峰回到部队来过30回生日，伊家己搭起的石坎，家己来设计两个，迄个场面，互人看着感动。陈良峰讲，伊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过来跳伞。陈良峰前进现代军后到营区，营队兄弟嘛真热烈欢迎伊重返部队。每一步拢真困难，伫众人的陪伴，伊真无简单。回来到熟悉环境过30岁生日，看到兄弟爷32日永远袂放弃的标语和布置的庆生舞台，伊的情绪嘛真激动。我受到大家的帮助，还有各自的关心，真的也是受到鼓励我蛮多的，所以真的还是要再三谢谢。这个两个各找6集，发表感想了后，和大家做伙唱歌，都亲像无离开过部队，搁和兄弟徛做伙。陆军航特部下士陈良峰伫4年外进前，伫汉光演习跳伞训练当中发生意外，对天顶落来，真奇迹活来，不过差不多半岁，一路做复健，到今已经会当靠边的人家扶，会当行路。伊讲家己上大愿望，挑战还是能够让身体康复起来，可以恢复到部队，有办法恢复到像我们伞兵可以跳伞、可以行军这种状态，再去尝试那种。就作战训练这样。在先复健了后，搁一摆回来到部队，看到为伊保留的房间、桌啊、椅啊，搁有册图啊，伊真感动。嘛要甲这份祝福变做复健的动力，袂互艰难打败，嘛要继续走向完全恢复的目标。